喂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偉文，江湖人稱 Apple， 香港街場怪傑2026年 NBA 選秀狀元，現效力達拉斯小牛。話說我哋上次打贏咗勇士之後，喺我嘅少林功夫震懾之下，我哋4-0輕鬆橫掃勇士。今次同你講下我帶隊打殘黑哨冠軍雷霆隊，佢哋又衰假摔技術一流 ，Looking Stock 防守污糟到不得了，小動作多過黑社會。比賽喺小牛主場開波，雷霆粉絲嗌到耳聾，雷霆無敵 Apple 撲街。我心諗撲你個街，等陣教你哋點做人。一開波多就對我出陰招，佢用手肘頂我肚，請我波3次，打架多過打波。但係裁判完全冇理到，我忍住火喺 Jalen Williams 諗住中投出手嗰時，幫 Kyrie 協防，直接送佢一個蓋帽。我即刻攞波快攻，直籃筐跳起，使出飛龍在天，架構回防嘅 Dot。點知 Dot 喺籃底出陰招，扮失平衡，實質偷偷地行去我落地位置，想整傷我。我空中眼見唔妙，急用金鐘罩硬化全身，但都係笪咗落地。Dot 好明顯特登條撚樣，上年先整傷完阿 Morant。點知裁判見我冇事，當冇事發生，直接開波。小牛粉絲怒哮，黑哨，雷霆粉絲就喺度陰陰嘴笑。我火滾瞪住 Dot 話：你條撚樣又出陰招，我記撚住你。第一節完，小牛20-26落後，火藥味已經爆棚。第二節 Jai 開始發力，佢用詭異突破加埋佢啲 K 型射波，成日假摔博犯規。裁判次次吹雷霆隊罰球多到似萬聖節派糖，我隊友 Kyrie 輕輕掂到，佢又吹 ，Ed 連掂都冇掂到都俾罰球。我忍無可忍，心諗你哋玩黑哨，我玩真功夫。我對位 Jai 時，佢又想假摔，我即刻使出乾坤大挪移，隔空一揮手呢，整個人飛咗去雷霆觀眾席，跌喺一堆粉絲身上，跌到四腳朝天，全場嘩聲四起，小牛粉絲笑到拍雷霆粉絲呆晒，Jai 爬起身呆咗。你點做到的？我笑住話 MVP， 我教你做人。裁判即刻吹雞，我教練 Jason Kidd 直接挑戰。裁判睇錄像發現我真係冇掂到 Jai， 唯有俾翻球權我哋開波。呢下之後 Jai 唔夠膽買反，仲俾我防到10投0中。半場完，小牛追到42-48，氣勢反晒嚟。我同隊友笑笑口咁行返更衣室。呢個時候 NBA 主席 Adam Silver 嚟咗，佢喺球員通道攔住我。條光頭為咗捧紅 Jai 暗地裏同裁判講好偏袒雷霆，見我出招即刻指住我嗌 Apple 你犯規，功夫唔合法。我火滾聲都唔想出，直接用如來神掌一掌拍過去 ，Silver 飛咗去牆邊，撞到頭暈眼花。我問觀眾借咗支棍，用打狗棒法打斷 Adam Silver 隻腳，然後我喺佢耳邊念經 ，Silver 頂唔順大叫 Apple 對唔住，我從此出家唔再做衰嘢。全場觀眾拍手叫好，小牛粉絲嗌Silver 抵死，忍你好耐，係你搞黑箱送走 Luka。Apple 好嘢，雷霆粉絲崩潰大哭。Silver 出家後即刻下令，裁判唔准再偏雷霆。KD 仲喺 Twitter 發咗個大笑 emoji。第3節我火力全開，用背後運球左搖右擺加雙轉身，晃過多一個背後換手上籃，追到44-48。Jai 試圖反擊，但俾我用金剛伏魔圈守住佢射失。當想硬闖禁勾，我同 Ed 聯手 ，Ed 用剪切協防蓋帽，我用龍爪手搶板快攻，一個飛刃回牆，空中轉身扣籃50-48反超。雷霆失去裁判嘅偏之後，第3節未完 ，Caruso 仲 foul out 埋添，對黑哨雷霆完全冇得打。第4節完全變咗我哋小牛隊嘅得分表演，我用後仰跳投連得6分，跟住用快速3分連中2球，比分拉開到75-60。Jai 試圖反撲，又想用佢啲 K 型射波罰球，但裁判直接吹佢插水，俾技犯佢。當防守時想墊我腳，我直接用金剛腿硬化，踩到佢粉碎性骨折。雷霆隊心散晒，場邊粉絲大哭，雷霆玩完啦。完場比分定格喺95-68，小牛大勝27分。雷霆隊下場慘不忍睹，我扮 Jai 啲 K 型射波慶祝。Jai 賽後黑面走人，雷霆粉絲場外大哭。今場我打出怪獸級表現，42分、12助攻、9籃板、6搶斷、4蓋帽。Jai 只得12分，仲有5次失誤，慘到撲街。呢場之後，小牛隊喺我帶領下再一次橫掃對手，直接殺入西決，對住我哋嘅宿敵馬刺。下次再同大家講我哋同馬刺嘅激戰。I say, Mamba out.